Hello，大家好。今集我哋用廣東話同大家一齊重溫返 Steve Jobs 喺2005年史丹福大學嘅畢業演講。當時嘅 Steve Jobs 正處於人生另一個高峰，佢唔單止帶領 Apple 推出咗 iPod 同 iTunes 橫掃全球，同時佢亦係 Pixar 嘅 CEO。當時嘅反斗奇兵令 Pixar 喺動畫界站穩咗龍頭位置。但係喺風光背後，佢被診斷出有胰臟腫瘤。喺演講前嘅佢啱啱做完手術，醫生話佢已經好返咗。呢種死過翻生嘅經歷，令佢喺呢場演講入邊講嘅嘢，特別係關於死亡嗰部分，有一種好獨特、好真實嘅沉澱。咁而家就等我用廣東話重溫翻呢場改變咗無數人嘅演講，我哋開始啦。我好榮幸今日可以嚟到呢間世界頂尖嘅大學參加你哋嘅畢業禮。講真，我從來未試過大學畢業，今日已經係我人生中最接近大學畢業嘅一刻啦。今日我想同你哋講3個我人生嘅故仔，就係咁多，冇咩大道理，淨係3個故仔。第一個故仔係關於串聯生命嘅點滴。其實我喺 Reed College 讀咗6個月就退咗學。不過之後我仲以旁聽生嘅身份喺學校留多咗18個月左右，先至真正離開。點解我要退學呢？咁我就要由我仲未出世嗰陣講起。我生母係個後生嘅未婚研究生，佢決定將我送俾人領養。佢好堅持領養我嘅人一定要係大學畢業生，所以本來安排好晒，我一出世就會俾一個律師同佢太太領養。點知當我出世嗰陣，佢哋最後一刻先至決定，其實係想要個女，所以我依家嘅養父母，即係當時仲排緊隊等收養小朋友嘅佢哋，半夜3更收到個電話，話有個意外出世嘅男仔問佢哋要唔要，佢哋就即刻應承咗。但係後嚟我生母發現，原來我養母從來未喺大學畢業，我養父甚至連中學都未畢業。佢一度拒絕簽最後嘅領養文件，直到幾個月之後，我養父母應承佢，話第時一定會供我讀大學，佢先肯讓步。17年之後，我真係上咗大學，但我當時好天真，揀咗間學費同史丹佛差唔多咁貴嘅學校，搞到我嗰對做藍領嘅父母幾乎用晒畢生嘅積蓄嚟幫我交學費。讀咗6個月之後，我睇唔到當中有咩價值，我唔知自己想點，亦唔知讀大學點樣幫我揾到答案，而我喺度燒緊嘅係我父母成世人儲落嘅錢。所以我決定退學，並且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。講真，嗰陣時都幾驚㗎，但而家回頭睇，嗰個係我人生做過最正確嘅決定之一。由我退學嗰一刻開始，我就唔使再上嗰啲我冇興趣嘅必修科，開始去旁聽一啲睇落好有趣嘅堂。過程其實一啲都唔浪漫，我冇宿舍住，要瞓喺朋友房打地鋪，我要去按返啲汽水罐換5毫子去買嘢食。每個禮拜日晚，我要行7英里路去 Hare Krishna 神廟，先可以食到成個禮拜唯一一餐好嘅。但其實我好鍾意咁樣。當時我跟隨住自己嘅好奇心同直覺所接觸到嘅嘢，後來發現全部都係無價之寶。舉個例啦，當時 Reed College 有全美國最好嘅書法課程，成個校園每張海報、每個櫃桶嘅標籤都係全人手寫嘅靚字。因為我退咗學唔使上正科，我就去咗學寫書法。我學識咗 serif 同 sans serif 嘅字體，掌握咗點樣調整唔同字母組合之間嘅間距，學識咗點樣令字體排排變得好睇。嗰種美感、歷史感同藝術嘅細膩程度係科學捕捉唔到嘅，我覺得好迷人。當時我完全冇諗過呢啲嘢喺我生命入面會有咩實際用途。但係10年之後，當我哋設計緊第一部 Macintosh 電腦嗰陣，呢啲嘢全部翻晒嚟。我哋將呢啲設計全部擺咗落 Mac 度，令佢成為第一部擁有優美排版嘅電腦。如果我當初冇喺大學插班去上過一堂， Mac 就唔會有咁多種字體或者識得自動調整距離嘅字形。又因為 Windows 之後只係抄我哋 Mac， 所以好大機會，如果冇嗰陣嘅經歷，今日世界上所有嘅個人電腦都唔會有呢啲咁靚嘅字體。當然啦，當我仲讀緊書嗰陣，係冇可能預示到呢啲點滴點樣連埋一齊。但係10年後望返轉頭，一切都變得好清晰。
你冇辦法預先將點滴串連起嚟，你只可以喺回顧嗰陣先將佢哋連埋一齊。所以你要相信，你而家所做嘅每一點喺未來總會以某種方式連結起嚟。你要相信一啲嘢，就好似你嘅直覺、命運、因果，咩都好。呢種信念從來冇令我失望，亦都徹底改變咗我嘅人生。我嘅第二個故仔係關於愛與失去。我好幸運，我好後生就揾到自己中意做嘅嘢。20歲嗰年，我同 Rose 喺我父母個車房創立咗 Apple。我哋好努力，用咗10年時間，Apple 由一間係車房做嘢嘅2人公司，變做一間市值20億美元、有4000個員工嘅公司。我哋啱啱推出咗我哋最好嘅發明 Macintosh， 而我亦啱啱踏入30歲，然後我俾人炒咗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一個人會俾自己創辦嘅公司炒魷魚呢？其實隨住 Apple 越做越大，我哋請咗個我以為好有才華嘅人返嚟同我一齊管理公司。頭1年大家都冇乜嘢，但慢慢我哋對未來嘅願景出現分歧，最後鬧翻咗。董事局揀咗撐佢嗰邊，所以我30歲嗰年俾人踢走咗，仲要係上晒新聞咁樣俾人踢走。突然間，我一直擺晒心機嘅嗰樣嘢就咁冇咗，嗰種打擊真係好大。有幾個月，我真係唔知點算好。我覺得自己辜負咗上一代嘅創業者，就好似接力棒傳到我手嗰刻，我竟然接唔住，跌咗落地。我去見 David Packard 同 Bob Noyce， 想同佢哋道歉，話自己搞 round 咗，我成為咗一個係人都知嘅失敗者，仲一度諗過不如走人，離開矽谷算。但係慢慢我有個領悟，我依然好愛我做緊嘅嘢。Apple 發生嘅事一啲都冇令我改變，我係俾人拒絕咗，但我仲係放唔低。我決定要重新出發。當時我睇唔透，但原來俾 Apple 炒魷魚係發生喺我身上最好嘅事。以前成功嗰種包袱好重，依家變翻輕鬆，變翻好似一個重新出發嘅新人。呢個狀態反而放開咗我，令我迎嚟人生最有創意嘅一段時間。喺之後嗰5年，我開咗間公司叫 Next， 又開咗間公司叫 Pixar， 仲愛上咗一個神奇嘅女人，佢後來做咗我老婆。Pixar 製作咗世上第一部電腦動畫電影《反斗奇兵》，而家已經係全球最成功嘅動畫室。跟住發生咗個好意想不到嘅轉折 ，Apple 後來收購 Next， 我又翻去 Apple， 而我哋喺 Next 開發嘅技術，正正就係 Apple 依家再度復興嘅核心。我同 Lauren 亦建立咗一個幸福嘅家庭。我好肯定，如果當年冇被 Apple 炒，呢一切都唔會發生。俾人炒就好似食苦藥一樣，雖然好難頂，但對個病人嚟講係必要嘅。人生有陣時就係會狠狠咁教訓你，但唔好失去信念。我深信令我繼續行落去嘅唯一原因係我愛我所做嘅事。你一定要揾到你所愛嘅。工作係咁，愛情都係咁。你嘅工作將會佔據你人生好大一部分。要真正覺得滿足，唯一方法就係做你相信係偉大嘅工作。而要做偉大工作嘅唯一方法就係愛你做嘅嘢。如果你仲未揾到，繼續揾，唔好妥協。只要你遇到你心目中熱愛嘅嘢，你自然會知。而且就好似一段好嘅關係咁，隨住歲月推移，會越嚟越好。所以要繼續揾，唔好求其揀。我嘅第3個故仔係關於死亡。我17歲嗰年讀過一句說話，大意係：如果你每一日都當係人生最後個日咁過，遲早你一定會撞正最後個日。呢句說話令我好深刻。自此之後33年，我每朝早都會照鏡問自己：如果今日係我人生最後一日，我係咪仲想做我今日原本打算做嘅嘢呢？當個答案連續好多日都係 no 嘅時候，我就知我要改變啦。我一路都提醒自己，反正我好快都會死，呢個係我用嚟做人生大決定嘅最重要工具。因為幾乎所有嘢，所有外界嘅期望，所有嘅面子，怕出醜，怕失敗，喺死亡面前都會消失，最後剩翻嘅就只有真正重要嘅嘢。所以記住你，終有一日會死，係最好嘅方法，去拆穿以為仲有嘢輸唔起嘅錯覺。你從一出世就係赤裸裸嘅。你應該要隨心而行。大約1年前，
我確診患癌，朝早7點幾照咗掃描，清楚見到胰臟有個腫瘤。當時我連胰臟係咩都唔知。醫生同我講，呢種癌幾乎肯定醫唔好，預計我得返3到6個月命。醫生叫我返屋企執好啲手尾，即係叫你準備身後事。即係話你要喺幾個月內將你原本以為有10年時間同仔女講嘅說話講晒佢，將所有嘢安排妥當，等屋企人冇咁煩。意思係你要同大家道別啦。嗰日我由朝到晚都諗住個診斷結果，夜晚我去做切片檢查，佢哋伸支內窺鏡落我喉嚨，穿過個胃落去腸，支針喺我胰臟個腫瘤度攞啲細胞出嚟。我當時麻醉咗。但我老婆喺度，佢話我知，當醫生喺顯微鏡睇到啲細胞嗰陣，佢哋喊咗出嚟，因為原來係一種好罕見，可以透過手術治癒嘅胰臟癌。我做咗手術，而家好返晒。呢次係我最接近死亡嘅一刻，我希望亦係未來幾十年最接近嘅一次。以前死亡對我嚟講只係頭腦上嘅概念，但經歷過呢件事之後，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哋講，冇人想死。就算係想上天堂嘅人，佢都唔會渴望死亡。而死亡始終係我哋每個人都要去嘅終點，冇人走得甩。其實咁樣係好正常，死亡好可能係生命之下最好嘅一項發明。死亡就好似變革引擎咁，清走啲舊嘅嘢，俾新嘅嘢上場。而家你哋就係新嗰批，但好快你哋都會慢慢變成舊嗰批，然後被死亡清走。Sorry。好似講得誇張咗，但確實係咁樣。你嘅時間係有限嘅，所以唔好浪費人生，唔好俾教條綁住，即係照住人哋諗嗰套嚟生活，唔好俾人哋嘅聲音同意見遮蓋咗你內心嗰把聲。最重要嘅係要有勇氣跟住你個心同直覺，因為你個心同直覺已經一早知道你真正想成為啲乜嘢，其他所有嘢都係次要。喺我後生嗰陣，有一本好正嘅刊物叫《全球概覽》The Whole Earth Catalog， 係我哋嗰代人嘅聖經之一。佢係由一個叫 Stewart Brand 嘅人，就喺附近嘅 Menlo Park 創辦嘅。佢用好有詩意嘅觸覺，賦予咗呢本書生命。嗰陣係60年代尾，未有個人電腦同電腦排版，成本書都係靠打字機、鉸剪同寶麗嚟相機整出嚟。佢有啲似書本版 Google。佢好理想主義，入面有各種有趣嘅工具同埋偉大嘅意念，而真正嘅 Google 係35年後先出現。Stewart 同佢嘅團隊出咗幾期全球概覽，佢哋之後出咗最後一期，嗰陣係70年代中，我當時同你哋而家一樣咁上下大。喺本書嘅最尾一頁有一張清晨鄉郊公路嘅相，係一個如果你夠膽冒險，會企喺路邊截順風車嘅場景。喺張相下面寫住一句說話 ：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即係中文嘅求知若飢，虛心若愚。呢個係佢哋停刊嘅告別語。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呢個我一直都希望自己做到。而家你哋畢業要開始新一段路，我都希望你哋可以做到。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。多謝大家。好啦，演講嚟到呢度。雖然已經過咗咁多年，但 Steve Jobs 講嘅呢3點串聯生命嘅點滴，面對愛與失去時嘅堅持，仲有以死亡作為人生指引嘅勇氣，相信對今時今日嘅我哋依然有好大嘅啟發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佢最後所講咁 ，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勇敢去行自己嘅路。如果你中意依集 podcast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